哈利路亚！感谢咱的主，保守咱今仔会当个返来到主的圣殿，咱会当来学乐来敬拜咱的主啊！请咱起立，咱要用这首歌大声来唱歌，来赞扬主的名，来。用你的唱来使哦。好了，哈利路亚。救赎咱，上大的祝福。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学乐你。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咱要来学乐，咱的主，主的名有倒位啊？领受你经验的有啥物种的主啊？应该是一种尔，但是咱的主无同款的作为哦。啥物作为？这歌一开始就讲，伊是创造的主哦，伊是丰盛的主，伊是咱上好的医生。今仔日牧师，你会发现讲，我的牧师，我的声无法度甲大家唱歌，因为我若唱歌的时候，我就开始扫，拢袂停。啊，我会当用啥物？我会使用讲的，我会使用手来表示，来学咱的主哦，哈！兄弟姊妹，不管咱伫啥物所在，咱拢用各种方式来学咱的主。咱的主是啥物种的啊？是你经验到是救赎的，也是祝福予你的，也是以马内利的。咱对头，再来唱一遍哦！啊，来学咱的主，来请。大声欢呼，唱歌，称颂我的名，大声宣扬学乐，哈利路亚！来到主宝座前，尊重和不语，咱就欢喜快乐，来到主的面前。来哦！是拯救咱的，是救赎咱的，是上大的祝福。你是丰盛的哦，是丰盛的主。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君王，我学乐你。来哦，咱除了唱歌以外，咱要来。感谢，咱要来祈祷哦，哈！咱的主，咱到底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请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最高，我要永远学乐你的名，我要日日照谢你，也要永远学乐你的名。要我世大应该受大的学乐。伊的大教会彻度的，兄弟姊妹，咱来学乐这位主，虽然伊真大，咱实在无法度认目甲头啦吼。简单来讲，总是咱的主欢喜，互咱领受经验，伊是安那的主哦，一点一点、一点一滴来，互咱领受着，咱就来学乐咱的主哈。啊，当然，更较重要是这位主是圣的。啊，咱常常拢做唔好哈，啊想唔好哈，啊主要来原谅咱，只要咱来认咱的罪哈，啊因为咱无够熟悉伊，所以有当时咱软弱，咱无信心哈，咱无有当时想主想袂够额，啊咱就甲上帝误会啊哈，讲啊主你拢无伫的，你拢无保守我，其实上帝早就保守咱咯哈。好，啊咱来学乐，咱来感恩，咱嘛来认罪，请1、2、3，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啊。你是这位大君王，主你是创造阮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主你嘛是主爱的主，主啊，你阁是阮生命中一个管理者，因为主你引带你道来引带，互阮赢过这的
主，因为你是圣的，主啊，你是公义的，主啊，阮靠你的名，主啊，阮会当得胜有存，主啊，只要阮灵阮的罪，主阮知，阮袂欠你，主阮恳求你真好对阮性命总的主，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的性命，因为你的救赎，阮会当称你做阿爸。互阮成做你的囝儿，阮有安尼福分。当阮登到主你的圣殿，主啊，阮搁一遍将阮家己献上。主，阮要用阮全灵、全心、全意来敬拜阿罗你。互阮搁较来明白你，因为阮就是明白无够。阮毋知主你是全知、你全能，你是全甲阮以马内甲阮伫地的主。总是主，阮真济的软弱，阮得罪你，阮家己出手，阮无来注意主你的心意。主，恳求你来赦免。主啊，阮也感谢你，互阮你是恩主的主，互阮搁一遍的机会。主，阮感谢，将一切的荣耀献上伫主你的面前。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要来为着咱的需要来祈祷，因为咱的主第一。伊毋是干那第一咱的需要尔吼，伊嘛有全能的吼，伊要来医治，要来恢复，要来供给咱所有一切需要。咱哪会知？因为上帝话语搁真搁活记伫圣经中间咯吼。咱三甲来读上帝话，请万项有路也目毋理，你照实互因食面，你开你的手。互有活气的，拢照所爱把祝。耶和华伫伊一切所行的，无毋公义；伊伫伊一切所做的，拢有慈爱。既若求耶和华的，耶和华甲伊亲近，就是亲近遐个信息求伊的。咱若求耶和华，耶和华来亲近咱，就是亲近迄信息。信息就是咱嘛按照真理真实我们按照真理来呼求神。咱唔好去求迄讲互我得大家乐透啦迄免求啦，因为你若得到你等到海足侪人得到了后讲要知我嘛有爱得到迄个乐透啦，因为自从得了乐透以后，7年以后比原来更较差。所以咱要求什么？咱要求的是主，你爱我所行的咱上帝关心咱这几方面，伊要介入伊要甲咱斗相共不管什么方面，主无迄个无法度的啦，伊一定有办法好无？咱若有需要，请咱你会使起立，你需要有人甲你斗阵祈祷的，你会使起立。你若是讲我要凭信心的我即马无想要甲讲。无问题，上帝要甲你伫地为你祈祷，你就放个举你的手，踏伫你的心，咱就要来祈祷你若有需要，请你起立，咱的牧师甲咱的同工要伫你的边为你来祈祷。好，请咱开嘴来祈祷。若有需要，请你起立。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是阮生命中的主，主啊，你知阮心内苦，主啊，你知阮身躯的病痛，主啊，你知别人唔知，主啊，甚至阮家己拢唔知，主你拢知。主啊，你特别是为着阮将来，主你已经伫备办，主啊，阮将来有一条路，主啊，这条是各种额外的路，主啊，你是阮的开路，主啊，当阮软者时阵，主你就是互阮刚强的主，因为主啊，你要爱你的敬拜是，因为你的名的关系，主啊，因为你的性命，互阮的灵魂会当醒悟起来，互阮无伫这个犯罪中间，主啊，互阮无伫这个痛苦中间，互阮伫个艰苦中间有喜乐，因为阮抓住你的喜乐，做阮的喜乐，主，阮感谢你，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全能的，阮感谢你，你知阮的痛苦，你爱阮到你的面前来你来讲。当阮讲出来的时阵，主你的信心就进入咧阮的生命，甲阮的身躯中间。主你的信心会当来更新，会当来恢复，互阮有完全的健康，互阮有完全的生命，哪来哪亲像你。主，阮会当所做的，会当荣耀上帝，会当对人有帮助。主，阮感谢阿罗你，原来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咱要继续为着今仔日咱的主日来守望祈祷，咱来看上帝话，请。讲起你的国的荣光，传起你的大权能，通互世间人知你大权能的所在，甲你国威严的荣光。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将军的永难代。兄弟姊妹，伫神的主日，咱登到主的教会、主的圣殿，咱三个来祈祷是何等有福气的。主啊，恳求主你伫咱中间，咱的灵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甲人嘛有真好的关系。嘛为着教会的教育的事工会当求主来看顾、带领、保守。嘛为着这个今仔日有真济下晡要伫遮举行的志工这个成长的讲座志工队以及咱儿童牧区青年牧区退休会，恳求主来掌管。特别教会咱斗阵合作的，伫民生医院，咱们为着基督教关怀协会，咱真济兄弟姊妹伫遐嘛咧做志工志工恳求主特别来带领伫12月18嘛有伫这个理监事的会议继续来带领伫病院的中间会当来宣扬主的福音嘛好，请咱起立，咱为着今仔日拄则所提这事工、教会事工以及今仔主日，咱备办咱的心来奉献的主，请咱开嘴来祈祷。1、2、3，请！哈利路亚！主，你是神的主，你的主。主，阮感谢你，你怜悯阮。主啊，你也互阮有这个机会分别做神，分别这一礼拜的头一天，阮将家己来献给你。主啊，阮恳求你伫这个中间，主啊，你的神，主啊，伫这个中间，阮诚多这一个敬拜来俄罗你馨香的祭来献给主，主阮感谢你阮恳求你诚多阮礼拜的主无别个诚多阮的敬拜中心，以主你做阮的中心，阮感谢你，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主你的主。主啊，阮分别做圣，阮单单就是要来敬拜俄罗你。你的教会，你是头，阮是互相做肢体，互阮会当彼此相提携。主啊，阮会当同甜同苦，为了就是要荣耀主你的教会。主，阮感谢你。主啊，阮也要用主你的祈祷文来所教示互阮，阮要安尼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因着俄罗耶和华，我的心你着俄罗耶和华，我一生要俄罗耶和华，我要活的时要唱歌俄罗我的上帝，这是咱敬拜咱上帝。万物之上，就好似你看见，生命的刚一切欢喜，你奇妙的手常常安慰我。是。
相手。主基要相手。哦，主，你奇妙主爱相手。哦，主，你奇妙主爱相手。奇妙的稳定，互我过日子，真水的新生命。我永远感谢，我永远阿乐，耶稣奇妙的相手。这是咱踏破，应该咱主上帝，你阿爸爸上帝，哈利路亚！请坐。第利未记十一章44的记载，因为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恁着家己圣来正做圣，因为我是圣。恁也唔通用地上特别的物来拍拉三家己。当我拄着大试炼甲痛苦的时，耶稣讲有我的恩，你就羔羊。打败我灰心累积，希望软弱
天你的白，愿你的名声，你的果临到你的子弟者，你的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予我，赦免我犯的误，亲像我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日伫市，要求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息。阮的日时今仔日予我，赦免我犯的误，亲像我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日伫市，要求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息。天父，阮的上帝，阮的阿爸爸，你的名伫全地应该受敬畏、受阿乐。阿爸爸，伫阮顺境的时，你甲阮三甲同在；伫阮失志、软弱的时，你也无放弃阮。主耶稣，你教导阮安怎伫遮来祈祷，认捌阮的阿爸爸，是透过主你的名，互阮有即款的称呼，互阮有即款的关系，互阮会当伫阮需要的时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大大开嘴。你知阮的需要，你知阮的软弱。亲像保罗讲，我啥时软弱，我靠主，我啥时得到刚强壮大。主啊，阮需要你，阮逐工拢需要你，阮每一时刻拢需要你。特别伫阮软弱、欠缺、阮失志、阮病痛的时，阮搁较需要你。也透过主你的话来帮助阮，知影阮会通安怎甲主你建立好的关系。透过这个关系，互阮伫你的面前来祈求、来学乐、来感谢，互阮会通伫透过祈祷、感谢、恳求的中间，你就将迄个世人意外平安临到伫阮的中间。每一遍的礼拜，阮透过学乐、感谢，帮助阮看见你施恩的宝座就设立伫这个所在，帮助阮进入到你的殿宇的时，用欢喜快乐；帮助阮伫你的殿宇，当失落平安的时，看见你的平安就伫这个所在。愿主你所透过今仔日你罗布的话所传讲的，会通伫遮来看见阮的需要，看见阮的恩典，也看见
阮要安怎甲你有好的关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现在，现在，现在，尊荣多主宰，按着救国这小乐上主尊名。现在，现在，现在，将你地的高迈。兄弟，至尊至关就在。现在，现在，现在，万星龙敬拜，愿有感恩在眼红显的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官，比我罗敬尊，下感谢永远上帝大恩。现在，现在，现在，尊地多主宰。万民多下起我罗兄弟主名。现在，现在，现在，尊严高万世代，多三位是都以我主宰。渐渐平稳，愿众兄弟姊妹会当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朝敬你、敬拜你，求你甲阮三角之地，也求你赦免阮时常得罪你，搁伤害人。求你饶赦阮的骄傲甲自大，求耶稣基督的保护也看阮，洗清阮一切的不义。我要为着高雄城中城社区的火灾受苦的兄弟姊妹来代祷，特别有侪弱势的长者拄着大火的灾难，求主安慰受难者的家属，求主看顾掌权伫后线的医疗甲善后，使会平安伫因逐人心中。即时，阮也要为着基督教关怀协会来代祷，求主保守伫疫情的期间，协会志工因的心心灵拢会当平安健康，无受疫情的威胁，保持喜乐的心情。也求主保守12月18的理监事会议顺利来举行。求主保守看顾台湾的疫情，继续得到控制，早日会当去病房关怀、探访、甲传福音。阮即时当心自治、敬拜、祈祷，
求信心充满，求主会顾降临，求你的恩典充满伫教会，互阮领受满满的恩典。愿所有的荣耀拢归伫你。安尼感恩祈祷，拢是我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应伫信息后面，启文第23篇，诗篇96篇，启文第23篇，诗篇96篇，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生命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物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这声。着对万国宣布上主作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这是要请平安四重唱来献诗。
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章第9到第10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章第9到第10节。台语和日本伫第6页，其他版本请看经幕。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以上，即是要请老应阳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地意祈求愿你名圣。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伫遮阁会当定心相见面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主，互咱的应允就是咱会当来到伊的面前来祈祷。咱第一个要求的是啥物呢？愿你的名圣。咱三个来祈祷。主阿爸，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互阮成做你的囝儿，阮同好通称做你是阮的天父阿爸。主，你知你伫天里，主你嘛伫阮心里。你甲阮伫地，你随时成做阮上大的支持甲帮赞。你嘛供应，互阮的生命会当真丰富。互阮伫不管是得意也是无得意的时阵，主，阮若是决定，互主你最大，尊主你最大，互主你的名，互高举你的名，成最圣。主啊，阮就了一切。虽然阮即马看起来敢若一无所有，总是主，阮静静来想。阮无一项是欠缺，阮为着安尼献上感谢，因为主你的话语是搁真搁活，互阮听了，照安尼去行，成做阮生活中的准则甲帮赞。恳求主你来启示，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当礼拜10月10日是咱国家的生日，咱生日的时阵会唱生日快乐，嘛会当会互人来许愿，许3个愿望。拄则伫个经文中间，咱有看见无？主教是咱的祈祷文，讲阮伫天里的爸，头一愿是啥物？愿你的名圣。第二咧，愿你的国临到。第三咧，愿你的旨意得成。主嘛要互咱3个愿望，咱对国家，咱要安怎来祝福咱的国家？咱有啥物愿望无？咱来看这个影片。咱来看这个影片。影片，咱若为着咱的国家来祈求，咱会求啥物？求国泰民安，咱会求啥物？Dalamanay alumi al anini malah zezai kita ami pahmak tukawas oh ji selai oh ji tanangai oh hongti nu hongti oh tapang nu tapang kisu wama hey ya阿美族为着咱的国家第一求的愿。这个青年是属伫一间教会，10几族引用因家己的族群的语言，因来求一项代志，愿这个国家。这个兄弟林志鹏，这个兄弟，伊为了咱国家唱歌祝福，第一愿，伫这个美好的日子，愿咱爱同心来阿罗上帝，因为你是关灵，你是大关灵，全有智慧的，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的爸。兄弟姊妹，咱为着咱的国家求什么？第一求，也是主教是咱的。咱若无第一求，其他拢免讲，煞后壁求的，都无徛伫在的根基。这个兄弟，伊是真无好的家庭出身，爸爸妈妈拢是酒瘾。伊的妈妈是伫所谓的3条通，伫台北林森北路，伫遐咧做工课，暗时做工课。伊细汉就看见暗时，因妈妈就带伊去工作的所在，看因妈妈安那甲人啉酒，甲人骂。总是伊15岁了后，有伊的牧师娘带伊信主，甚至带拄则遐60个儿童兄弟姊妹信主了后，当伊互邀请去为着国家来祝福的时阵，头一愿就是祈祷上帝，你的名真最圣。兄弟姊妹，头一愿是安那遮尔重要，有这个意义呢？咱若头一愿，咱要求什么？咱的用意是什么？愿你的名最圣的意义是什么？头一个你求什么？或者有人讲，头一个我要求的，就是我的阿爸真富有。我的阿爸按照圣经讲的，我嘛要安尼求，因为我久久拢无囡仔。主啊，我若无够有怀孕，我就要死啊！我就要互人看囡仔。主啊，你来救我！是，咱看到参孙的妈妈，
伊伫即个真很侮辱的所在，总是伊敬食祈祷，伊得到囡仔。那么看到施洗约翰的妈妈嘛同款，哇！伊对主遐得着一个囡仔，哇！原来祈祷是咱即个阿爸真富有，亲像即个汉拿嘛同款，所以我嘛爱真心来祈祷。主啊，你一定听我祈祷，我敬食祈祷哦。兄弟姊妹，我的同学倒数即摆是牧师的，有几落位，因姑姑祈祷姑姑，甲即摆拢无囡仔。兄弟姊妹，伊当因甲我分享的时阵，有一间教会，阁已经1000几人啊，即摆已经几千人伫台北的教会，一边伊讲道伊哭，伊迄边讲的是祈祷，伊讲我家己宣扬祈祷，即个阿爸遮尔富有，啥人我要求一个囡仔遮尔艰苦，遮尔无法度。主啊，你伫倒位？兄弟姊妹，咱对的祈祷，咱的人脉是啥物？咱对这位阿爸的人脉是啥物？咱的生命中，咱甲上帝的关系，牧师有讲，当礼拜牧师讲，咱祈祷就是甲上帝来建立关系。所以咱甲上帝关系好，就安那，咱有了一切对无？所以我就会使做主你伫副座位。人生若敢若一台车，我坐伫驾驶座正驾驶，但是主你伫副驾驶就好。我尽心尽力，我想要安那开，我就安那开，因为方向盘伫我的身上。主你坐边仔就好。或者你会讲，牧师啊，这台车是教练车呢，坐副驾驶的，伊会使安那踩档啊呢？兄弟姊妹，若是咱的主真正的主是听咱的，伊会踩档啊，但是你要互伊打档啊无？要是你就是安那。我要用关联性的祈祷，我奉主的名，我就是要让你起来。兄弟姊妹，我倒数的学妹，伊爸爸已经伫个人生上尾，伊是大有关联，伊互偌济人祈祷好起来，总是这几工伊真痛苦。主啊，我敢无亏待啦？主啊，我愿意伫我的爸爸的心中是坐王位。毋是互伊坐副驾驶，我愿意顺服。当伊愿意顺服的时阵，甲这个呼吸器甲提起来了。兄弟姊妹，主真奇妙啊！咱就是要单挺好上尾啊，无想到讲提起来了后，甲即马呼吸得真好。兄弟姊妹，咱是要用咱的办法吗？也是。主啊，牧师你也记来安尼讲，伊是我的阿爸，有祈祷无祈祷拢无要紧啦，哪有差啦？反正当礼拜有牧师毋是讲，咱要祈祷的主已经拢知影啦，使祈祷。哎哟，当然嘛爱。当咱来祈祷的时阵，我天地的爸，我到你的面前，你的经验就啥物？你会打开无共款的世界。当你咧讲。愿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甲祈祷到即句话的时阵，你就发现你迄个所在无共款，你就领受到，毋是你即马领受即个世界，你所领受到是你无法度看见，是伫主的宝座迄个所在的世界。主要甲你有好的关系，你要知主的心意，你嘛要甲主讲你心内面的意思。所以有祈祷无祈祷要紧无？当然嘛是有要紧。但是你若讲我这个人就是袂堪的，我这么不配啦。敢若林志鹏弟兄，伊要互邀请去为国家来祈祷、来唱歌的时阵，伊根本就错到莫叫我这个人吼，随尾道人啦，我若做啥物代志拢失败啦。兄弟姊妹，咱捌安尼无？当咱若是有机会，上帝互你机会的时阵，你想到就是啥物？我这个人吼，敢有堪的？我莫叫我吼，我就足衰啦。这个兄弟嘛是安尼，我毋是人生胜利组，我做啥拢袂顺啦。莫叫我。这个兄弟伫国庆日前一天暗时，伊惊到无法度困，
伊足惊的，互主的名伫国庆日迄天安那，阵啊唱袂落去，阵啊失败的安那，因为我人生就是失败的啊。主若毋是你救我，我今仔日毋知咧倒位。15岁伊爱转去的时阵，伊就爱打起因厝的人的经济，因为伊的爸爸妈妈就是酒瘾，逐工都是倒咧遐，伊爱搁照顾弟弟妹妹，所以15岁以前，伊就用伊家己的办法去互即个厝的有钱，会当食会落去，所以伊离开上帝，总是上帝拣选伊。咱三个来读上帝即句话来支持嘛，要支持咱，请。因为你真疼我，我就要救伊；因为伊捌我的名，我就袂安置伊伫悬的所在。伊求我，我就要应伊；伊伫危急的时，我要甲伊伫地，我要救伊，互伊尊贵死。上帝甲咱甲上帝关系，不在讲咱是毋是胜利组，不在咱即个人是毋是成功的。上帝疼罪人，敢毋是？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会通祈祷。当咱若讲主啊，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迄个所在就无共，因为上帝就天降落伫你的心内，你所伫的所在，那是荣耀上帝的名所作为的，迄个所在就是圣。就是互上帝的名圣。伫林森北路伫酒店区内面，主的名会当真圣吗？圣神会当伫遐降临吗？这对夫妇就是所谓的酒店牧师，一个是泰雅族，一个是日本人，伊的太太是日本人。20年，《金周刊》安尼介绍，伫酒店区蹲点20年的牧师夫妇，因本来干那要救这个厨子，要救原住民向袂去遐的查某人，伫遐做工课，伫遐传福音，因互雷骂，互赶出去。阮这个什么你甲我传福音？我这小姐怎拢免做？甚至伊强害，因为这个查某人已经向袂去啊，尤其是厨子。足细汉的查某囡仔，总是20年。当伊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伫迄个所在，就愈来愈侪人找因来祈祷，甚至这妈妈桑，佫会开房间 VIP 室，互因这个翁仔某来遮为因的小姐祈祷，因为因的小姐人生真侪艰苦，特别是亲像林志鹏。一个囡仔，因妈妈伫遐做性招待的，囡仔伫门口外口咧听，细汉囡仔，即个无顺畅，即妈妈做牧师，伊心内真艰苦，讲安尼哪会使？佫一代，无法度跳脱，所以伊就伫遐咧祈祷。当这牧师就讲：主啊，阿爸，愿你的名圣。哇，这个小姐竟然变一个查某人。因为圣神充满伫迄个所在，伊开始赶鬼。伫迄个所在嘛有圣神降临，所以改变真侪人的性命，真侪人的性命得到更新。林志鹏就是安尼，即个无顺娘看到囡仔遮细汉，就逐命学，伊就讲来，我来，恁来我遮，一条龙服务，对幼婴啊。到幼稚园、到国小、到国中，咱有看见国庆日迄60个儿童青少年，主的名伫倒位？伫酒店内面，圣神充满伫迄个所在，互真侪人信主。感谢上帝，即个林志鹏的爸爸妈妈酒瘾是已经甲无法度啊，都根本无作为嘛。酒瘾咱知哦，根本都无法度。老师总是福音大灵，圣神降临伫伊身上的时阵，林志鹏弟兄的爸爸妈妈即马不但无啉酒嘛，无食薰，而且真多牧师真好的小组长传福音。兄弟姊妹，主的名伫倒位？就是伫酒店嘛，无要紧，
因为圣神要临面人。当咱若安尼祈祷的时阵，主啊，愿你的名圣，你就会经验这位主伫天里，嘛伫地里，甲你斗阵。总是咱安那祈祷，毋是干那喙祈祷尔。咱主祷文伫即句，咱拢会一句一句来分享。咱会当用一句就来祈祷5分钟。阮伫天里的爸，差不多8、9年前，咱遮礼拜早起7点有一个祈祷会静默。应验牧师迄阵啊，拢坐伫遮，就是用祈祷主的祈祷文一句，咱就祈祷5分钟。阮伫天里的爸。当咱安尼祈祷的时阵，咱的心互主来安慰、来抱。咱的心就知咱的爸毋是远远伫天里，是伫即时嘛伫教咱伫地。第二句，愿你的名圣主啊！我所做的，我决定的，敢若无互你的名圣呢？敢若互你的名去用落骂呢？安尼咱就紧来悔改，主啊，恳求你赦免我。法国这个灵修的一个唯一，伊就是用主祷文来灵修。法国甚至政府互伊的人会上做邮票纪念的邮票，因为主祷文改变真侪人的一生，甚至改变一个国家。咱来学主祷文，咱来认捌天地爸的名。咱天地爸的名是啥物呢？伫出埃及记第20章就来清楚甲咱讲，这3节内面甲咱讲真重要代志。咱3节来读，请上帝吩咐这的一切的话讲：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捌带你对埃及地做嫁出来的。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是啊，这个3节内面头一个就甲咱讲。咱的主的名是啥物？耶和华。虽然伫旧约伊毋敢直接来称这个名，总是主毋是远远哦。第2节安怎讲？哦，是你的上帝，毋是别人的上帝，甲你是亲密的关系，就是你的哦。咱属伫主，主也属伫咱，伊要成做咱的救主。因为伊要伫痛苦中间，咱伫痛苦中间，伊要救咱，而且要互咱成做，毋是干那救主尔，毋是救咱一遍尔，互咱的生命中间有伊做咱的主宰。除了你以外，我无别的上帝来敬拜，我无滥觞称主你的名，这就是圣的主的名。所以咱真清楚，咱的主的名，伊个咱就知。这位主，伊捌讲摩西，伊甲主相拄的时阵，伊捌讲主啊，你是谁？人啊问我讲你是谁的时阵，我要安怎回答？我是自然而然的。啊，自然而然是什么意思？啊，自然而然就是我是我所是的。啊，英文就是讲吼，若毋过毋捌咯，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啊，我也是毋捌呢，是毋是？是喏，主是遮尔伟大。主的名哪有咱哪一个人是被造有法度捌？无可能捌得透。所以这句话若伫较接地气的讲法，这是圣经学者有安尼的研究的。伊的意思就是讲，你毋免管我叫做啥物名啦，你去经验信靠我就是啊啦。啊，你安怎经验？就是你伫生命中间，讲哇，主你甲我伫地。伫士师记安怎讲？你啥事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啥物？奇妙的。上帝，你遮伟大，你免问你是啥物名？但是我知你是耶和华，你是奇妙。上帝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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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启示伊的名，甚至到生育的时阵，更较清楚。借着耶稣基督，互咱真清楚，伊毋是干那奇妙的魔术，伊全能的主，伊永远教咱伫地是和平的灵君。到生育的时阵。伊搁较要讲，伊是甲咱伫地以马内利的主，因为玛利亚是互圣神怀孕的时阵，就甲伊讲，你要甲即个囡仔名号做啥物？以马内利，上帝要甲咱伫地，甲你甲我伫地，只要咱愿意相信。
所以咱毋是知影讲主你甲我伫地尔，你的名安尼尔。主甚至搁一遍，伊就天的时阵，伊就安那讲，咱三甲来读，请。所以恁着去招呼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对伫爸圣神的名是圣神嘛真多，保惠师真多，咱一生随时永远伫地的。咱主的名，咱经验的是啥物？咱经验，咱就知哦，这位主是咱的牧者。哦，这位主是咱的救盘，这位是伟大的创造，是全能的。这位主是永远的主，主啊，这位是祭邪的神，就是主。除了你以外，我无别的，我无来跪拜，我无用别的来取代你来敬拜。主，你是我永远的，是我的拯救，是我的胜利者，你是我的避难所。主啊，你是万军的主，你是以马内利，你是耶和华沙龙的主。是啊，这拢是咱会当来经验的。伫1919过年暗，夏中间牧师因住伫这7米，迄个所在，迄阵啊，拢无人信主。伊的6节是当期，因咧食团圆饭的时阵，哦，忽然有大迄个因6节。忽然啊启动，然后有大光，真明的这个启动的6节讲，哦，我看到这尊王爷，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伊讲明仔载过来，所以过段讲是过年，是除夕春节是初一，大年初一。哦，因讲到影，伫中昼的时阵。日头阁真炎的时阵，哇！伫因的大厅竟然有大光，敢若因讲敢若是面窗安尼一大光照。这个当期的阿姐阁领袖讲，哇！阁甲昨讲的同款，这尊王爷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伊讲明仔载要阁来，初二阁来，即时全村的人拢知影。哇！这个王爷是啥？咱拢毋捌听过这个名啊，因为迄阵啊福音还未传到伫7米。初3、初4，大家拢来看这个以马内利，毋知甲初几啦，我已经小可袂记哩啊。伊的6节，甲伊阿嬷讲啥？这个以马内利吼，伊王爷讲，对打以后，大家爱拜以马内利，袂使阁拜别的神明。对安尼去。迄个所在传遍，有100几个人信主。啥物人去传福音？毋是你甲我，嘛毋是马街，嘛毋是马雅各，毋是任何一个人。啥物人去传？圣神去传。兄弟姊妹，如果咱若想讲，哦，咱足重要，无咱去传袂用的，毋是。因为主无爱一个人沉沦，总是主爱咱甲伊同工，咱会当甲伊同领受这个福分。以马内利的主主动真做咱生命的主，伊怜悯平和7米迄个所在，对打以后，像中间牧师因拢来真做基督徒，真做上帝的牧者，而且来传扬这个是圣的名。什么是圣？咱就知影哦，可能就是最清气的呀，对。所以咱袂当安那，袂使拉衫，因为咱这世间就是乌的，咱的主就是白，乌甲白中间是势不两立的。咱的主是圣，是圣洁。咱相信伊的人，咱嘛会当安尼，因为安尼得到圣洁吗？我想，咱若靠主是会当，总是上帝各大意思、形式，咱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先有这个意思，咱分别，咱甲别个无共，咱是属主的，咱是要荣耀上帝圣名的。兄弟姊妹，咱要互咱的主的性命得到恶乐，因为咱的性命要得到存全，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毋是互咱信，因为信就请阿爸啊安尼就好啊，煞礼拜伫遮阿爸煞转去。
凊彩咱生活毋是。伫经文中间，佫一遍要讲，恁着顺转，亲像安那，恁的天父顺转，顺转就是完全，完全就是咱要真信，咱毋是因信称义，而且咱爱行一步一步对主来真做完全的人。兄弟姊妹，咱伫在家会主迦南之声，昨咱敢有听？昨是上尾一工，迄个哥林多后书的上尾一工，伊安那祝福。哥林多教会，咱三个来听来读，请兄弟啊，结尾来讲，着欢喜，着完全，着受安慰，着同心，着和睦，就享受仁爱甲平安的上帝，甲恁伫地。兄弟姊妹，这是嘛是主来祝福咱，真奇妙。昨安尼讲，今仔日一个新的以西结书要开始。当然，咱每一天用上帝话来开始，互咱更较知影圣是啥物，互咱更较知影咱分别做圣，咱的生活是要安怎来做。因为耶和华才在上帝中间，之水会亲像你啊，之水会亲像你啊，因为你是至圣，你是荣耀，阮要来荣光你的名。因为你是行奇事的主，你是圣在的万军的耶和华，毋是干那咱礼拜用嘴唱尔，是咱的生活中间要分别出来，要荣光这位圣的主，互人知影讲，这谁的囝？哇，这个某某人的囝，天里的爸，迄个天里的爸是圣的，互人知讲，哇，这信耶稣这赞。兄弟姊妹也是人来讲哈。这个信耶稣的哦，就是咱要用咱的生活来学乐圣在，互主的名受到高举，互主的名受到安那尊重。咱要安那做？敢若足困难的，无困难。你是袂使讲无困难，是应该讲圣经明明甲人讲，咱要做甲毋做安尼尔啦。圣经安那讲？10条戒3戒，就真清楚甲人讲。除了上帝你以外，我袂当有别个。用咱的话来讲，我的心里只有主，只有你。只有你，我是要安怎敬拜？我都唔知上帝你这么多，我是要安怎敬拜？敬拜就是线上的意思，不是只有嘴巴赞美尔。敬拜就是我降服伫你，我要安怎降服伫你？我要安怎敬拜你？第二戒。讲我真清楚，袂使为着安那，家己雕刻个偶像，伫咱两个中间关系无第三者，无小三呐。所以我的心里只有你，咱特别拢爱做决定，爱想，我要安怎敬拜？无别个来跪啦。看英文牧师的手有无？袂当为家己雕刻偶像，讲无啊，我干那安那追求安那我心的梦想，歹势。你的梦想也毋是上帝予你的，这你嘛是对迄个物件来归哦。你的梦想，你若毋是下主心意的，毋是上帝予你蓝图的，超过遮的，你要追求你家己的，我所要的歹势，嘛是小三伫你中间。你因为你唯一来跪拜，所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只单单向神来降服。然后咧。我不滥称耶和华你的名，就是今仔日经文的意思。我无口是心非啦，我讲一套做一套。主啊，我听你，主啊，我要专心敬拜你，然后出去了啊呐，拢无一个主的囝儿的款式啦。迄就是搁甲主定一遍的意思。咱所做的，咱无口是心非，咱毋是讲一套做一套。拿来咱所讲的，咱所相信的，咱照安尼来做，咱就是互主你的名真做圣。因为咱若毋是安尼，咱就真容易错误来用上帝的名，侮辱上帝的名，甚至和上帝的形象去扭曲，互人误会上帝是安尼哦。恁请耶稣基督，恁的阿爸是安尼哦，看你这个囝嘛知。兄弟姊妹，咱就无互主的名幸福，咱就定定误用上帝权柄。咱看到最近《天下杂志》咧讲，鱿鱼游戏内面全世界拢真出名的，
总是伊内面对牧师、对基督教的讽刺。这是我的心真痛，我来反省我家己。我所做的决定，我有尊主最大无？我有用别个来敬拜无？我做决定的时阵，有摕别个来替代上帝无？我有讲一套做一套无？咱称耶和华的名，无甲主看伫咱的眼内，无敬畏主，安尼咱上大的上受伤的迫害，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咱若是无互主的名声，咱就甲主的关系撕裂。我有一个朋友，伫新加坡做好几千人的主任牧师，伊捌甲我讲一个代志。因教会兄弟，伊转咧实习的教会，伊讲，伊咧减重，伊足大块啊，100几公斤。啊，伊减重3个礼拜了，甲讲，林牧师，我跟你讲哦，上帝哦，叫我要去吃蛋糕呢。哪有迄个代志？真的啦，这是上帝的心意啦。我开车开到一个店，伊个名叫做啥物？啊？这个店名叫做啥？伊玛瑞利咧。牧师，你毋是讲甲我伫地吗？所以伊啊呐开车讲，哎哟，这我开车无地停，总是伊玛瑞利这间蛋糕店门口拄我一个车位，这是毋上帝心意？袂使哦，爱核对一下。无主安尼，我讲吼开一年来，那这个位还佫低的吼，就是你的意思啦。好无？好，去开一个。请问伊开一年来，迄个车位还佫有无？有啊无？还佫有呢。兄弟，敢是啥你？你想要叫我食？我今食3，这无食蛋糕，无食甜食，无食面包，3礼拜，足艰苦。停落了后，一日起开始食5顿。请问伊做这个见证，是毋是滥称耶和华的名？滥散嘛？兄弟姊妹，愿咱的生命中咱有时阵，对咱的主认捌无够深，总是主咱知咱的刻度，咱生命的刻度伫什么所在？伊对咱的态度，伊会一遍容忍咱，2遍，总是主为着听咱的缘故，伊会管教咱。因为伊要互咱哪来咱参求主，互咱会当正信，互咱定去完全。这对夫妇就是拄则林志鹏，这个兄弟伊的牧师，以后做严金龙牧师，酒店的牧师，加这个牧师娘，其实伊即妈妈是牧师，日本人。日本人伊的爸爸是副县长哦，总是伊无信主，敢若伊信主，伊读神学院。这个严金龙，伊甲伊的牧师，伊甲伊的爸爸嘛是牧师，大样的牧师，伊伫个宜兰大同乡的山上，1000多海拔，1000多公尺一间克里的一间教会。伊甲伊的爸爸关系非常歹，因为伊感觉对细汉讲，伊的爸爸拢无听伊，干那听别人。一日到暗拢去探访别人的会友，伊的厝拢无咧顾。所以，甲伊的爸爸关系就歹。伊阵啊毕业了，伊就家己去做伊的代志。总是伊行到走投无路的时阵，因爸爸出手啊，讲好，拄啊好一个奖学金要互一个你去日本读日本的神学院去遐读册，伊足毋甘愿，但是无路通好行。去到日本了嘛无钱，因为奖学金无迄落，就是互你去尔。2礼拜发烧，烧到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真男人吼，已经发烧到拢海啊！怎啊起册你知道？窗仔门一看去，对面是你家。伊讲吼，你若是阮阿爸吼讲的迄个国外主吼，话我国外主吼，你，我就甲你试看卖啊！吼，这兄弟姐唔通安尼祈祷啦！吼，总是伊迄个时阵的性命就是安尼，因为伊真心内真软正嘛。你若是国外主，我互你3个机会，哦吼。头一个，我要食台湾的金蕉，伫日本要食台湾金蕉是真困难啊。第二个，我要食中药，因为已经破病甲袂用的，这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第三，我要有钱，起码我会当生活啊。我拢无生活，我真困难啊。
主，你若是阮阿爸讲的，你是国外的主，吼，你甲我试看觅。你若即3项拢传到到吼，我就拜你做主。再去甲主讲完了，我是感觉这无亲像祈祷，总是咱的主真怜悯啦。甲下晡时就有人话讲，严金龙，有人找你啦，吼，用日本话啦。叫有一个人行来是台湾人，但是伊敢看伊过一遍面，伊其实无啥捌伊。伊一寡行活来了后，伊怎倒退几落步？是安那？伊手干啥？台湾的金蕉，因为伊拄啊处理人总对台湾来送伊金蕉。伊讲我会知咧祈祷的时阵，主讲叫我提起有一天我甲你小赌。伊其实嘛毋捌伊，甲伊小赌讲台湾来的即个，你提起互伊。伊阵啊对远远的所在，伊无带伫学校远远的所在，怎来提金就讲，这要讲要互你的，吼，讲我祈祷的上帝讲要互你的，然后摕包摕出来，来中药，讲咱一人一半啦，这个时阵金融，这个严金龙伊就带哦，3个安那，2个应验了对吧？拜托诶，无3个，那即个啊，佫第3个啊，佫迄落啊，怎迄个人怎出去啊？出去到门口啊，好你家在，无应验，迄个人去到门口停诶，几秒啊，佫行转来，摕出来，好啦，讲这要为你奉献诶啊。你摕去用啦！其实我家己嘛无啥够用啊，出去。兄弟姊妹，甲迄个情况甲拍开内面偌济钱，3万块日币，阵啊归落来。主啊，你是国真国外，你是国外的主。兄弟姊妹，咱毋是要安尼来恐吓咱的主啦，总是咱的性命是即个情形，咱的主嘛怜悯咱，但是毋是定定。咁好，主是要互咱哪来哪成大，所以因为因领想安尼，伊一条龙服务伫即个3条通甲6条通中间，互这个囡仔有头前有望望，因安那来养饲来培养这个青年，咱来看，毋是甲国庆日迄天了，咱来看，因做一支歌，互做城墙，咱来看这个。内面的诗句哦，这个囡仔大汉了后，这60个伫国庆日来学了主，因嘛伫因的教因的敬拜中心来祈祷主。咱是上帝囝儿，同心来唱歌，得到望望。城墙10度风化，却无法抵挡。你爱何等刚强，伫迄个所在，你在我们身旁，敢若请求赶快。一切隔断的城墙，他们都挡。好不好？高举你的双手，我们一起来赞美他。赞美，来赞美，我们的歌充满全世界。伫什么所在？住伫遐，信心会放伫遐。赞美，让仇敌知道我主的荣耀。帮我们一起说赞美，赞美。咱看这间教会聚会的所在，捌发生过什么代志？2边的枪击案件伫这个所在，伫民生双城街的所在。好吧，我们给我们耶稣一个最大的欢呼。一起拍手，我们再一次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拍手。咱是主的囝儿，这世界伫迄个所在，酒店的所在，囡仔要安怎大汉会使？请求要过长咱吗？毋是。咱的主的性命，伫每一个所在拢会当，伫什么所在拢会当讲主啊，愿你的名声，
什么所在就有圣神降临，圣神要充满每一个所在，要荣耀上帝的性命。愿我荣耀你的性命，毋是咱嘴讲，是用咱的行为，咱要恳求上帝真做咱的亏待甲帮赞，咱会当荣耀上帝的名。今仔开始以西结书，以西结这个祭司。这书伊嘛是先知，伊已经这个事已经有去用掠去啊。第二遍去用掠去巴比伦的，就是以西结。伊本来是世世代代会当做祭司30岁就会使，总是伊伫25岁就掠去巴比伦啊。巴比伦迄个所在，尼布甲尼撒遮尔凶暴，哪有可能伫遐有圣殿互伊敬拜？无可能，总是伫伊30岁的时阵，伫河边。圣神的光照伊，迄个所在就是圣的。伊领受伫困苦中间，主要成做4个轮子，4个像，眼睛里面有眼睛，意思就是讲，咱的主是全知、全能、全知的上帝。伫任何所在，伫遐你只要讲阿爸，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迄个所在就真做成会当来敬拜，会当来领受。以西结就是安尼。咁好，咱对今仔日开始，咱就缀这个以西结来领受上帝要咱来讲的。咱愿主你的名圣，毋是嘴讲尔，伊用行动的。主叫伊亲几年啊，袂当讲话，会当讲话的人，但是伊要做哑巴，啥物话拢无讲，直到耶路撒冷毁灭。甚至还佫真济代志，兄弟姊妹，伫困苦中间，互你啊，伫上艰苦的所在，圣神的光对天开，有互伊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啥物？哇，敢若轻彩虹是一个应允。兄弟姊妹，咱今仔的性命是毋是亲像安尼去用掠去？咱身不由己嘛，亲像今仔应验无书，无法度真。自由的来宣讲神的话，因为我去用限制，总是伫限制中间，咱犹原有主的亏待，因为伊稳定到也难用。咱三个来领受上帝，互咱的今仔日这个应允刚好，请伫落雨的日，云中天的形象安怎，周围的光的形象也是安尼。因为咱伫任何所在，咱也祈祷讲主啊。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迄个所在就要拍开上帝荣耀，上帝甲你我中间就要流露出上帝福音的出口。今仔日是协会主日，咱要来看，请咱来帮咱伫教会中间，咱安那入去甲社区中间，透过福利甲福音。透过疫情中间，咱嘛改变做线上的，咱才发现讲线上有真济人，真正是一个人人都在手机里。咱会当甲将上帝福音伫倒位，不管伫什么所在，咱讲主啊，愿你的名圣，迄个所在就要真多圣神充满的所在，只要咱愿意。咱嘛受到足大的鼓励，这个老师毋是基督徒，但是伊是补习班的老师，数理伊愿意7-8年的时间拢无停，陪伴咱的囡仔。甲即摆已经满额啊，但是咱的志工无满啊吼，请咱会当来嘛来做志工，咱透过福利，咱就要把福音传到每一个所在。甚至上帝开咱的门吼，家长成长班，咱无想到讲线上有这么多关心囡仔的，伊嘛愿意甲咱对待。恳求上帝的名，透过咱来高举伊的名，不管什么年纪的，咱拢会当高举上帝的名，伫迄个所在福音要来广传。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咱会使三角来做志工，透过做志工，甲福音传互
志工嘛好，传予咱服务的人。咱看到这几年上帝伫咱中间关怀据点有40几位来洗礼，甚至志工内面，咱已经有差不多4位，因为做志工来信主的，因得到福音，因性命得到更新，互因的性命中真正有一个主，互因无孤单。愿咱所做的会当荣光上帝的名。咱三个来唱这首歌，回应咱的主。咱要来唱讲，主啊，愿你来成做我生命主，我甘愿互主你来引带，请咱起立。伫这首诗歌，咱重新来立志。主啊，愿你的名圣。你那甘愿互上主的引带，以达后面拢有无畏，无论啥事做亏了极大，困苦的日，爱你不知，基督工作不变着头，感受不定落泪有无穷所归，高低高无地，有问挂路，无所依，那是坚固的科技。家己爱惜，有少年，当当的青年感动，哪里领过世界孤单？为了成就关心听后意，用尽心情来渴望，真实的变善良的记忆。拢是对伊的为了咱，做见了咱爱兄弟，在咱欠过无地有伊。任世界路做手做假事，忠心真理，家己困苦，就是我的虽然袂堪你。要顾为你，前世并主，伊若是心无主的人，伊无归宿，不会有道。无去杀阮的主，你保阮平安，因为你已承受阮一切。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请你做阮天父阿爸，愿你的名圣，愿阮互主你的名圣。
主你知影，阮有真侪人咧做重要的决定。主你真做阮的准则，主你来指示阮，你来引带阮，因为主你是阮上好的办法，主你是阮的答案，主你是阮的愿望。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恁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恁的感恩。谢谢。我的心苗也无力，在你路永高之时，是给你也何足归因个人满你故，我也就爱你为着我主最最我可要爱为你双双体力行无息，我的声音无力，我希望落主无听，我连嘴遁来颠倒，我通火引来救路，请起立。我的寂寞的努力，因此拢盼你知。我的在情的相思，甘愿献你最苦。听堂众人的天父上帝，愿开嘴学罗你的名，你是值得阮一生称颂的主。你就是阮有福分来到你面前亲近敬拜，互阮有信心，无因为工作的无闲、交通无方便、身体衰烂。求主你亲身来吸引阮，互万国万民拢要来学罗敬拜你。无论伫倒落，阮要同心来亲近主。阮献上阮芳芳的祭物，互你。这是阮奉献时间、金钱、才能，愿意做主你圣工的使用。求主感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圣，咱中间毋知有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做礼拜的兄弟也无。咱来介绍左五妹姊妹拢有伫咱的德福啦。来，徛起来，来介绍者吼。虽然平常时伫教会有看到，来啦，徛起来，互阮看者安尼啦。惊歹势啦，不要紧吼。穿无水吼，后边佫免穿足水啊，种咱整齐安尼就好啦吼。好，感谢主啦吼，平常时过去也拢来参加伫咱的德福的据点吼。好，咱来看今仔日周报的消息。
咱今仔日是全人性命教育协会的主席，请兄弟为着全人性命教育协会的事工，这是咱教会对社区的一个管道啦吼，咱为着安尼带导。咱今仔日嘛是总会的教育事工的奉献之一，请兄弟也关心带导。咱伫10月初3临时会员好会有顺利选出长了2名执事3名，虽然还有欠的名额，总是咱祈祷内底吼，有伫遮来祈祷。陈敏德长老，陈淑清长老吼，执事是庄嘉玲简慧清甲新任吼苏新敏吼。这拢是4年任吼，对2022到2025伫12月初5会来上任。咱伫11月初7要举行今年度上尾一遍的圣礼典吼，若要洗礼爱把握机会哦吼。要洗礼伫10月24日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久久吼，因为疫情关系，无够伫图书馆遐进行医疗关怀咨询吼。对后礼拜开始吼，后礼拜9:50吼到11点也有开始伫迄个市立图书馆医疗咨询，咱会当做伙来服侍来参与。今仔日即个阿甲伯的儿童已经恢复吼，嘛关足久吼，囡仔我看着囡仔来安尼，因拢足欢喜吼。好咱伫社区也有做遮的双年大学吼，伫拜开始吼，有遮个开始补课吼，阁有咱的据点吼，嘛是开始但是要有报苗吼，咱已经有注过疫苗吼，种子过吼。你有登记的吼，会当先来吼。好，这个部分咱家来看。这个时阵咱要来颁发咱的生日助学金吼。你若有生日的时，你就为着这个事工伫遮来奉献，鼓励囡仔，因若符合着聚会，甲有遮个课业吼的成绩吼。咱毋是干那讲伊的成绩高，伊嘛爱来参加聚会，一定的这个次数安尼吼。好，咱来颁发。咱就儿童来，文乐，这一整叠不是给你的哦，你只有1份哦，你等一下会分给他们哦。没有人照相。有吗？来，跟阿公那边。来，好，那爱童代表是吗？可以哈。好 ，OK， 来这边。好，大专的，高中，容佩来。没有人照。来，大专呢？韦恩。
来，那我们那个。好，咱拍拍甲因鼓励吼。好，请啊。其他的消息，咱请咱家己来看啦吼。有一寡线上的这个讲座吼，咱会通按照这个号码吼来参加。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吼。做伙来，所以恁着安尼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马太福音6章9节，搁一遍。所以恁着安尼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马太福音6章第9节。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是说，请老牧师教导，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典慈悲，以被上帝受所大，领咱亲手行地，领咱亲手行地。诚实观念，甲咱感动，徛起在咱心内。三位一体，甲咱相通，一世到万世代，一世到万世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临到伫恁，互恁所听的、所关心的，会当得到上帝救赎的恩。上帝永远无改变的听，要成做恁身心灵得到医治，要成做恁生活中的引带甲支持，嘛要互人甲上帝来和好。信心成做保惠师，互恁对遮出去会当得到信心的引带。互所做的会当荣耀上帝的名，对人有帮助，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礼拜就到这，愿上帝甲咱三同在，特别也甲线上的兄弟三甲同在，咱彼此来请安来祝福。